最感到新鮮嘅一個地方，因為以往嘅香港電影好多時候鍾意涉獵或者拍攝到佢哋一種即係譬如兩個角色之間嘅衝突。香港嘅電影好鍾意拍衝突，衝突係可能係口角嘅衝突，亦都有動作嘅衝突。即係呢個只不過係一個例子，但係我會相信 tension 或者衝突有時候佢好睇嘅，對我嚟講唔係佢碰撞嗰一刻啊。雖然我相信有好多導演或者好多電影都係鍾意記錄低碰撞嗰一刻，但我反而覺得一個衝突或者一個 tension 其實係未碰撞之前，我覺得嗰個張力係最大嘅。好耐冇見到佢揮，你唔係退咗休啦咩？你哋唔退，我點有啊？警察冇晒人啊！邊個有冇見過李武同啊？有，有嘢就快啲講啊！早兩日見過。見過啲咩？我咪帶個意大利佬，就想係喬賢功課俾佢。李武同應承咗㗎。跟住咧，冇啦，我就介紹佢哋嘅啫。你老友阿黃 Sir 都喺度㗎。好。誒，黃 Sir，乜你咁遲啊？慢慢先。 Ci sono troppe spie qui in giro. Quello dietro a me è un poliziotto. Posso scoraggiarmi di lui. I tuoi uomini mi possono fare questo favore? Grazie, amico. Moser，你好似有啲嘢要同我傾。Adieu。你對我玩啦，你學牌先佢，所以唔好意思，借你俾我。各位哥，慢慢嚟啊！嚟，好事成真。佢嗰個真係慢慢嚟，啲酒好近。你同我講近，聽埋嘅。陣間我咁辛苦啊嘛。唔好意思，我去洗手間。前面就唔轉咗啊！
哦，佢咪有佢女嘅，我都有。做咩跟住我？你跟咗我4日，對唔住，唔好轉過嚟，講埋原因先。我只係覺得望住你個感覺好舒服。我可以令你好唔舒服。我只係想同你講，我前日見你一個人睇嗰部電影，我覺得好好睇。好睇極都唔使跟住人跟幾日。應該係嗰部電影咧，我唔係好識睇嘅。我只係覺得我睇住你睇戲嗰個樣，我覺得好好睇。唔好意思，嚇親你。前2日你攞一條手巾仔，燒咗佢。司徒叔，羅叔，平叔，肥叔，錢叔，劉叔，權叔。今日係喬賢50週年，阿童想多謝咁多位叔叔咁多年為喬賢所做嘅事，少少心意。咁叔唔爭在，決定埋先。私人叻女嚟嘅，光明正大，堂堂正正一個藥劑師，
攞正牌嚟撈嘢，時代唔同啦。我知，忠心冇得買。我唔望你哋幫佢，只係唔好阻佢。打攪晒，多謝大家嘅嚟啦。50年夠唔夠？做緊嘢唔係好方便，唔使客氣。李生，今晚上嚟仲有另一件事，我哋想請劉思恩小姐翻去警署協助我哋調查。你又係？我哋喺華興入邊有人，佢呢幾日突然之間失去聯絡。你講嗰個人係咪叫做麥俊賢？係。晚上1859報案中心收到一段長達3分49秒嘅電話，通話結束之後10分鐘就傳咗嚟我哋情報科，聽聽。報案中心有咩可以幫到你？簡鳳全，28歲，有一個老婆一個仔。黃永明，喂，33歲，女朋友叫林希兒。陳輝鳳，出邊嗌佢細鳳，34歲。喂，先生。懷咬字背426雙花紅裙。林慶森，32歲。先生，你貴姓啊？心理醫生。何錦耀，25歲，機械工程人員。話俾我知你喺邊啊？係咪真係可以洗牌再嚟過？喂，先生。我哋探員麥俊賢，警員編號5771，隸屬毒品調查科，直屬上司黃志達。而家係1994年3月18號18點59分，由呢刻起正式辭職。喂。得。喂，先生呢度唔食得煙㗎嚇，手術床嗰邊啦。唔好意思，嚇親你，好快會冇事。係咪可以洗牌出嚟？麥俊賢係我派去華興嘅人，亦都係頭先畫面見到嗰個男人。當時醫院嘅情況好混亂，好多傷者，我冇留意到佢，對唔住。係咪可以洗牌出嚟？咁佢喺錄音所提到嗰幾個人，嗰幾個人，佢係麥俊賢做臥底嘅時候曾經用過身份，因為工作關係，全部都係虛構出嚟，其實都係同一個人。喺廣和醫院引爆炸彈嗰個人叫麥俊賢，有冇印象？有，我仲係精神科醫生嘅時候，佢曾經睇過我。佢有咩問題？冇安全感，冇正常穩定嘅社交關係，情緒轉變劇烈，經常覺得被背叛，表達負面情緒嘅時候容易失控，甚至係自殘。佢係典型嘅邊緣性人格障礙。咁可以點醫？心理諮詢，同時要用藥。咁你有冇諗過，佢嚟睇你係因為你同你冇同嘅關係？冇諗過。咁麥俊賢有冇同你提過佢好憎喬賢，又或者你㗎？冇。麥俊賢係你嘅病人，
喺佢屋企淨係揾到你開俾佢嘅藥，而你係李慕桐嘅女朋友，李慕桐嘅老豆係李柏山，麥俊賢揸咗成棟醫院，而咁啱死難者當中就有李柏山。我想你講真話。你認為邊個最大得益嘅？警方點查案我唔識，亦都好佩服警方嘅查案精神。但有時將一啲巧合連埋一齊係講得通，但未必一定係真相。都幾好啊！日日到黑四圍飛，未到，不如玩下問問題。紅色定藍色？咩紅色定藍色啊？你負責裝噶喎。唔啱啊，大佬，個地又硬，個身又痛，好撚熱啊！講明係個地啊，梗係硬噶啦。使唔使俾張床褥佢你瞓啊？傳埋個果盤俾你食住等，好冇？係咪先？去死啦！屌，咁個環境確實惡劣啲嘅。仆街啦你有份叫佢瞓地㗎。咁車身咁低，係佢先攝得埋嘅啫。冇諗過你咁早啊到，阿叔又啱啦，只落機，你食住等佢啦。蛇羹糯米飯啊！呢個天口啊，至啱食噶啦，嚇！唔係，節哀順變啊，細路。有心，你咧？你個當工有冇好到？唉，都係嗰句説話啦，係。該死就唔識病，我中風中咗2次都未識驚。直至到你老豆啊話中意食我煮嘅蛇羹喎，老媽先至交咗俾啲細嘅做。趁熱食啦，凍咗聲。味道幾好嘛？好。請得你嚟，大家就當平輩啦。你講，即管講。好客。我諗今日重手咗。其實咁都唔快。口味不一啫，冇介懷啊？冇介懷。一朝天子一朝臣，就得呢個又就唔到嗰個。痛，我知你份人念舊，只係怕你嫌我舊啫。生得呢個家庭，我冇得揀。唔念舊就唔會食你今晚煮俾我嘅嘢，更加唔會食做咁多年唔啱口味都唔出聲。年紀大，怕改變，心會少啊，唔黑得。有時我啲牙好。
時間食埋最後一次夠啦。多謝。阿書啊，我親兄弟，寫書一窩，我知道今日走唔到，單身寡佬冇乜憂慮。阿書有家兒仔啦，我希望佢係走到嗰個。行啦。唔好令老人家唔放心。唔放心唔緊要，最緊要先放心。感叔佢哋收晒支票，你阿哥講明唔會收，佢而家同阿童傾緊。呢啲有乜理由單拖同佢傾啊？老懵咗有佢。我知道咗。呢個鏟頭，睇住你大，睇住你俾人懟。俾人戒鬧啊，阻止人，咁都死唔哦，大個啦，唔好下下做人阿媽。尊重我嘅就數快啲，插我啦，唔好驚。戒買唔戒食，鬼佬嗰個有病啦，唔食得。港差27年，估唔到一晚個底又花爛晒。唔緊要啊，都諗住同我女移民，數下錢啫。去邊？邊度好美好咪去邊啦。僑園運動成個差館都知，八成嘅貨櫃碼頭係佢哋控制晒，每日幾萬個貨櫃出出入入。24小時運作，冇搜查令唔抄得，抄又唔抄得咁多，除非成個碼頭封咗，佢逐個抄啦。邊個咁批？阿頭翻咗嚟。
喺麥俊賢屋企炒多次。應該係有人想轉移視線，令李柏山嘅死睇上嚟好似係意外。邊個想咁做？將手之槍同麥俊賢嘅炸藥喺邊度嚟？我都想知。最好你幫咗查下。好啊。收到，貴叔，再聯。你都幾搞笑，有媽媽出嚟飲水，你床頭唔係有水咩？記得講，我申請咗調職，俾人搞，自願嘅。出邊而家咁亂，早就早住。調去邊啊？醒飯啦，收水塘。大把時間去釣魚。一個本來發生好現實世界裏邊嘅犯罪故事，甚至講係罪惡之城裏邊所發生嘅故事，喺佢嘅筆下描述，竟然係咁嘅咧，詫異，有啲驚訝嘅。戴眼鏡啊！如果咁亂，喺市區再爆咗一單，3個警察集體辭職都有份。上面話唔理堅料定流料，天光前一定要攻入去。你搞定俾我搞？我搞。我要今日上去。3樓305有幾個3面口講辣浪文嘅人出入，收到風，全城市最後一批大貨應該喺入邊。305，我哋有幾多人？2隊便衣，4個 sniper 喺天台，仲有2隊特種。對方啲咩架撐啊？唔夠時間，未索到。10分鐘後落車。上面太多飯，自己執生。
啱揸起手，日日都賣。做埋報紙單嘢，而家呢啲出面收幾錢？9半。我估都係咁上下啦。競爭大唔大？差唔多啦。不過我諗住就嚟唔做。點解啊？知啊。越做得熟手，感覺越生疏。見好收，好事啊！仲好過我咁衰撚咗入房底。你唔使特登嘥2包煙打嚟提我嘅，我爭你嘅嘢，我一定會還。我有個好消息，有壞消息，想聽邊個先啊？冇所謂。壞消息係我化療已經做晒，冇用。醫生話我得返個零月貨仔。好消息就係我連上訴都慳返，連埋手續，剩返3個零禮拜就出返嚟。我喺度足足29年零8個月，出返嚟，即係連的士起標幾錢我都唔知。你冇搬啊？冇。咁得啦，過幾日嚟接我，咪撚死啊！我叫程文星，呢個名好少人知。我冇人冇物，冇老豆老母，冇兄弟姊妹，冇親戚，冇朋友，冇交際，冇快樂，亦冇嘢好受，又冇嘢擺得入戶口。我記憶裏邊大部分都係噩夢，不過呢一場噩夢好快會完。開壇啦！嗱，今日啲配料啊貴咗嚇，每人食完要加多2嚿。你唔係啊嘛？乘機打斧頭啫嘛？咁等錢使就唔好拆槍啦，改行揸槍啊嘛！我夠力揸槍啊！我第一個懟冧你啦，算盤佬。你唔使咁力，你出得起錢，我幫你做。屌！我條命值幾多錢啊？2張呢個超市現金券啊，出邊排住隊嚟做啦，仲等你2個。哇！大生意喺度。呢條友係咪就係成日派惡狗嚟搶貨嗰個？係啊！啲警察接咗佢翻嚟奔喪，2架警車，8條差佬，1個重犯，5000。另外嗰單都係5000，做低做佢嗰個。咁第二單要好多。你鋪話法，坐底2架警車，8條差佬，咁都有人敢接？嗰個係傻㗎。學到嘢喎！你哋自己諗啦，聽朝俾答覆我。隻眼唔好開翻盞燈先睇啦，你就嚟盲噶啦。呢本嘢得我睇得明啊！你話算唔算係一種成就啊？格仔布樣樣穿，真係攞命。還間票笨得係得，不過通常都要手要腳。車紅線見紅就收，單襟即係一個人做啦，孖襟就要有同行接。3樓只係冧幾多件，就口樓啊對差人。咁8個差人，咪要8粒就口樓。 8粒樓唔使做西裝啦，直接做壽衣。
犯罪有時唔係咩？過客嚟嘅啫。Nè, cứ ăn phải luôn. Không cần. Nè.唔睇唔緊要。長在我多謝。檢查已經查到文全係你嘅病，驚唔驚？我預咗佢哋對付到你，就會對付我。生死相隨，生死相隨。幾好嘛？喺法庭一度，碼頭結咗冰，轉到輻射區交手，收到風，雲迪會揾啲惡狗嚟搶，叫晒全部清潔工準備。咁乜撚嘢啫？好撚凍啊！打個面罩暖添，都唔係碼頭結晒冰，都唔使嚟呢度啦。呢度唔係話有輻射嘅咩？我哋貪呢度嘅輻射，啲差佬先唔嚟嘅。揾到冇差佬，你托啊！橋源個大少喺出邊撈唔掂，怕啲惡狗嚟搶翻自己屋企啲貨。之前都搶過幾轉噶啦。呢啲人哋家事嚟嘅喎。係啦，人哋嘅家事又唔係你家事，關你撚事。頭先放飯你又唔食。喂，使唔使啊？好啊。屌，正正常常食盒叉雞飯唔得嘅。頭嗰11粒維他命夠頂20個飯盒嘅營養，跟住5粒係血管藥。有咩事起嚟，等啲血唔好流得咁快。後生女唔會結婚咯。後期係咪咁講啊？俾新買㗎，玩下啫。頭煙都晒夠埋。呢度有煙啊，上嚟攞啊！屌你老味，撚高唔屌！試佢揮啦！嚟緊喎，唔好催佢啦！一陣間佢唔好老皮揸快咗，好似上次咁連屎帶貨倒晒落條公路度，又要我哋幫手執㗎啦！
車準備，過到落山。傾105號衝到嚟，指佢快到。59度，3架車喺山下邊上緊嚟。開工。有架上緊山，10秒之後見到。仲有班惡狗喺山上邊衝緊落嚟。今次班惡狗玩得埋戰，湧緊上嚟，唔好埋身。如果唔係，我顧唔住下邊。會上，知你喺邊，輕聲出。請你做拍檔。企喺藝人後邊咯！我屌你啊！呢個笑話我同你講㗎，快撚啲啦！屌你！喂，唔見你喎，使唔使救先？仆街！妥當。
係啊。佢問使唔使幫拖？唔幫。喂，搞掂。咦，死唔撚去喎！哇，乜咁大鑊啊？喂，釘咗唔好攞上嚟喎，唔好整污糟我架車喎。你手記都唔好行大路啊！我唔知你車底有冇夾幾件喺度啊？睇跌出嚟嗰陣時候，會高到人咁聲啊！屌，喂，開車啦！到你上去。雪糕老道，哇！搞到嚟輻射區啊！今晚點啊？今晚想點搞啊？照搞啊？係啊！咪雪糕先啦。你知撚線嘅凍冰冰仲雪糕，住人雪買少變少啊！阿費事發現。喂，我哋啲紅酒翻去當鋪先，嗰啲屍體同埋嗰啲爛車全部入晒櫃，整多20雞俾阿松仔，我哋出到公海都大分隻搞啦。一擰轉頭，幫我揈翻20零30包貓齋喺個櫃度穩陣啲。喂！咁搞撚做啊？漂白水唔得啊？漂白水陣味啊，仲濃撚過啲血味啊！你當班海關低能嘅咩？個櫃過咗大海啊，就夏天嚟㗎啦。嗰班男嘅佬一打開個櫃啊，睇下會唔會鳩屌咁嘅聲啦。使唔撚使啊？輻射啊！仆街！喂！你班撚樣條命賤啫，我唔係啊嘛。非現實與現實嘅世界咯，你可以有一個非常無情嘅世界咯，非常之冷酷嘅世界，但係其實裏邊係充滿人情嘅咯。即係你話，如果喺銅鑼灣落雪，你會唔會相信？佢個殺手組織係一個當鋪嚟，咁佢有一班兄弟係咯，同佢出生入死嘅啦係。咁啊有管家嗰成喺裏邊，好似阿鮑爺、阿盧冠廷啊咁樣，嗰啲都係裏邊比較元老級嘅人咯。你知嘛？每次入嚟起碼要花5分鐘先入到嚟。冇呢個世界其實只係得執行命令咯，其實咩都唔應該有。你可以話佢係一個好殘酷嘅世界，亦都可以話佢一個好簡單嘅世界。其實都冇咩對與錯添，老實講。既然接咗個 job 做，你就一定要做咗佢。咁啊，冇得俾你揀。做嘅時候，就算有咩錯誤，或者係你覺得做完之後有咩後悔，都唔應該係有嘢去牽掛住自己啊，或者遺憾。我喺韓國拍嘅最難、最
一定要克服嗰就係零下20幾或者30度嘅溫度咯。咁唔係人嘅，其實嗰啲攝影機都頂唔同，即係拍一陣間佢就會即係會熄機啦，自己或者 roll 唔到機。但係因為由於太凍嘅環境之下拍咧係非常之困難，咁所以嗰個感受俾我係，我諗我入行咁耐都好少試過喺咁凍嘅環境去拍文戲或者係動作戲。咁佢個裝備咧就係面罩未笠落嚟嘅，到時試啦，即係試佢笠落嚟未笠啦。咁眼燈就對天嘅，咁我哋現場咪有鑿啊、鏟啊、錘仔啊嗰啲，就我想佢背脊係孭咗6條咁樣嘅嘢嘅，咁佢係攞住2桶灰色嘅油，着住 boot 就落車。好好啊！我轉頭再加埋上去啦，好唔好？我試咗個琴先。OK。揸箭同埋孭槍，即係佢哋都有槍，個麻甩佬玩住6號。OK。大家就企右，要試下嗰個咁樣踩。OK。跟住咁樣放喎。明白。我停下位，360踩，360就放咗。係啦，立埋支弓就攻埋上嚟。OK 好，咁應該試一個位就係手都喺埋個入埋鏡，哪怕佢係你試下攞太底啊 ，get a little bit of face as well. No, we don't. A little bit of. We can if you want. No. It's too greedy to have so much. 風雲火山雖然參與嘅單位眾多，但係佢係一個旅程嚟嘅，我覺得。但係同一時間，大家都學習到好多嘢。我記得係夏天，香港最熱嘅時候，咁我哋係由一個30幾度嘅溫差拍到去-30度嘅溫差，而喺30度咁熱嘅情況底下，演員依然要着到好似-30度咁樣嘅服裝，當然係有原因啦，即係唔係純粹個天氣凍而咁樣做咯，即係佢係有另外一個原因喺度。咁所以其實當你溫差咁大嘅時候，我正就係睇到唔同參與嘅單位，佢哋嗰個諗嘢嘅方法啊，面對每一個事情啊，都一定已經出現咗唔同嘅效應。我覺得呢個同角色，甚至乎我都一路感受緊呢個轉變。是不是你想走多一遍才想威亞，還是你想試那個威亞的動作？你跟我講，你是說恐怖是這場戲恐怖，還是整個流程恐怖？即係大概有呢個方向，但係反而係嗰種你逼入去。嗰種大雪執落去，再洗面係啦，係。唔係，其實真係呢一種自然反應，好似佢呢個噠，我哋係見到喎。咁啊，拖到呢度嘅時候，其實貼住佢條頸㗎啦，但係佢冇再拖落去咯喎，冇再拖落去就即係捉住個頭咁多次，自己入埋去就拖咗，即係連帶連扯拖埋佢入去。The end point, the guy will come in on the middle. My pleasure.
我覺得一個好好回憶嚟嘅，因為呢部戲第一件事，呢個戲種係比較難拍啲啦。你話佢係現實又得，話佢唔係現實又得。有咁多個演員集埋一齊拍一部戲，又係好難得啦。我咁多年睇翻之後，我覺得都呢部戲一個我係一個值得欣賞同埋一個好好睇嘅電影嚟。大家即將見到嘅呢部電影，其實佢係風林火山嗰個世界版圖裏邊嘅其中一個板塊。我覺得寫呢個故事嘅時候，佢一早已經係超越咗電影播放嘅既有框架㗎啦。佢有每一個章節，而家我只不過係俾咗一個風林火山呢個世界嘅某一個 introduction 俾觀眾。拜訪冇事，係有啲死傷。文迪好似連槍都買唔夠，居然揾埋啲射箭嘅人。我諗佢真係好唔掂。你同佢傾下啦，兩兄弟無謂一個天一個地。而家老人家都唔喺度啦，你兩兄弟唔通一世就係咁？上個星期更加發生咗襲警事件。閉叔佢話，琴日又有人搶貨。冇咩事啊嘛。冇，又係文迪嗰班戇狗。幾個月唔係有一次，周時有噶啦，未慣咩？慣。咁今次，我想問就翻嚟。佢翻嚟對成件事冇好處。佢始終都係姓李嘅，佢有權翻嚟奔喪，見到人家最後一面。咁，等你揾到佢先再講啦，好唔好？有咩想當？金色銀器、年紀鐘錶、金勞伯爵、戒指、頸鏈樣樣收。寵物唔該請掉頭。條命有冇得當啊？實有㗎，值幾多就唔敢講。鳳爪順手入雪櫃，架撐麻煩上樓上。開門都屌你！哦。有單嘢五頭啊，知唔知啊？係緊唔係啊？咁耐。時間急先有咁嘅價，總之包好運啦。點解好運啊？金錢寶遇小葉，佢輕易都生得成問題。我同阿蒼頭狗。要學人識花，只不過呢單嘢咧冇小葉唔得。幫佢將彈弓加磅半，加磅半會爆㗎喎。你下次準備支迫擊炮俾我，等我冧油冧得舒服啲。屌，有迫擊炮，抵撚你啊！我夠得咯。頭先阿恩叔喺度亂噏乜嘢啊？佢真係越嚟越撚煩，成日扮撚晒嘢咁。我驚我下一次入嚟有一粒鐘。你班友仔煩啊真係，成日亂咁病，然之後等我嚟執手尾，我頂你個肺！我聽朝一早啊，我仲要去湊孫。你個孫都16歲啦，你係撚湊佢咩？你個老年咁遠，睇住佢翻學放學啫嘛。你冇人冇物，你識條撚啊？呢個年紀啊，有佢煩㗎。喂，今次諗住點分啊？小陳頭嗰份佢哋自己收，我收一半，另外一半你幫我俾頭佢屋企人。你揾埋啲錢，有冇諗過點用啊？
冇喎。有錢都冇命使。我做第一單嘢，點知衰咗，爭人條命。隻細個唔識行規，有單嘢冇人知，查下接緊咗，賺咗人生第一個50萬，冧人全家，一個女人3個細路。攞手先知個老公原來係同行嚟嘅，個行家做嘢斷到正，判咗終生。出面吹風話佢篤灰，要做全家，學有行規。我後邊先知道，搞同我屋企人係大忌。嗰個人後尾一句嘢都冇講過。我答應過佢，如果有命出翻嚟嘅話，我翻條命俾佢。傻妹，唔好下下用個身嚟擋，10條命都唔夠你死。下次唔好咁撚蠢啦！有機會揾我份正常嘅工作，做呢行唔係你懟我就我懟你，正數日子。我12歲，已經入女童院，出到嚟可以揾到份咩工，我已經當咗你哋係我嘅屋企人。我14歲就有咗，佢見41，但我冇咗，因為我同咗佢17年。我想去冰島。佢話會唔會帶我去？幾浪漫啊！答應咗人哋嘅嘢就要做到，做唔到，遺憾會跟你一世。以後冇你揾嘅屋企人，記唔記得？陣間打邊爐，撐頭去買餸，你夾唔夾？
我知你一直覺得屋企欠咗文迪好多，所以我更加唔想你見佢。如果你一定要咁做，應承我，做嚟做。做得唔好走遠。李生，30分鐘。長水遠翻到嚟，得咗相咋？連廚師都冇，邊有咁菜？爸爸想見你一面，還佢3年。你有冇嘢想同佢講？一路走，細佬，我翻嚟未同你搶凳仔嘅，苗主席為我領興趣，
知唔知咩嚟㗎？拜姐，止痛藥，知唔知呢個成碗幾錢？一粒8毫子，一盅30萬，計埋咁50萬一樽。有你錢我。知唔知而家最多人拍劇係乜嘢？就係呢啲止痛藥。頭暈生意拍2粒，腰酸背痛又拍2粒。總之有食好過冇食過啫。感冒藥、安眠藥、減肥藥、胃藥，呢啲西藥先至係而家最大嘅毒藥。班醫生就係最大嘅賊家，最重要係行法。只要你肯以後俾理解清清白白，我可以將藥廠嘅生意送晒俾你。命都好還，呢啲唔對我話事。我知太一翻緊出嚟啊嘛，太一都嗰頭近啦，真係唔使還條命喎。走唔得咩？答應咗人哋嘅嘢就要做到，做唔到遺憾會跟你一世。本來我聽人講話你禁毒啊，咁我哋翻嚟諗下點樣同你兩兄弟搞大佢咯。點知原來你玩贈醫師啦，咁好啦，你玩你嗰啲，我玩我嗰啲，你禁毒，我供毒，都係我哋李家賺晒啫嘛。如果我唔肯你今時今日搞成咁，係屋企人嫌你嘅，當人哋冇得揀。我今日俾你揀。出邊嗰個係懟你定係懟我啊？嗰個都係怕死，我冇鬼用。有嘅。
山靠販毒致富，而家佢個仔李無桐又想禁毒洗白，佢哋李家一直當呢度係佢哋嘅遊樂場。但係你知唔知點解警察又肯俾李文迪呢一個通緝犯大搖大擺咁翻嚟？因為政府從來都比李家更加識玩呢個遊戲。而家李文迪死咗，李無桐又瞓咗喺醫院，喬然話得事嘅就剩翻你一個。你想繼續玩，我哋仲有大把子彈。不過我奉勸你一句，你始終唔係姓李，你肚入邊嗰個先係。個位點先坐得穩，慢慢諗。嗱，警方挨晚終於向傳媒承認，喺李白山先生嘅喪禮入邊出現咗一個通緝犯，仲因此導致李無桐先生中槍入院，情況未明。有人認為呢個係保安上嘅漏洞。局長，你有咩回應啊？首先我覺得唔方便就過面點嘅評論，或者咁講，大家要注意嘅係，洪家良先生。一個女人都係做翻一個女人應該做嘅嘢好，曬下太陽，等下著。而家李無桐冧咗，禁毒期仲玩唔玩落去？玩過好受。俾一樣嘢我，而我唔要嘅話就冇所謂。但係如果我係要，而有人唔肯俾，睇下會點。呢排點啊？幾好啊！咩叫幾好啊？有冇幫我睇住個價？你嚟唔嚟得我仔白日宴啫？咩仔咩白日宴啊？你知唔知你自己講緊啲乜嘢啊？未足月就出世，我只係突然啲嘅。有個仔嗰個係簡鳳全，佢個身份已經取消咗。你唔係跟埋啲人一齊劈啊？晏啲打俾你，到時希望你講嘢似翻個人。仲有，記住食藥，執生，唔好死。先生，做咩都需要。唔好意思，
呢度唔可以帶出面啲入嚟食。有嘅食埋呢塊黑啤。喂，啲馬入閘啦！你再唔喐手，我就嚟唔切落注噶啦！屌，佢唔走我都喐唔到手㗎。咁你唔識趕佢走嘅咩？佢走啦，做嘢。記住啊，3隻實至好啊！又會教書啊？咁我得閒，有冇嘢搞，咪教書咯。唔得閒，俾啲你搞啊，搞唔搞？你一跟搞啦，佢都跟咗呢幾年，係時候俾啲嘢佢搞下啦。細單嘅唔敢勞煩你，大單嘅我驚你一翻嚟又搞掂，我都冇得撈。放咗人未？未得，林卓元班警察因為有其他應用物，要你爸留喺度多幾日。有咩事啊？尋日有單屍頭槍房開片，我諗警察想繼續都條唔線啊。檢察要我哋減少出貨，幫小節有入陣。決完幾時連維持治安都要做埋。明白，搞緊。唔好意思，你話醫生點講？我有咗。係咪唔係好啱時候？不如唔好要。你講過唔想下一代同你行相同嘅路。那我们就后会有期，祝你很快就见得到。有的时候常常说你怎么去评价一个导演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有的时候常常说他在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情，现场发生的事情都不足够于能够去评价这个人。那我觉得最好的能够展示给别人的其实就是他的作品，他从作品里面带出自己的价值观，带出自己对世界的一个看法。我觉得想要认识导演就看导演的电影就够了，就真的是想要知道说哎，麦浚龙导演是个怎么样的人，就看《风林火山》应该就够了。我再去看看。
我们在演戏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真的看到了刘慈欣和李梧桐的这两个人，因为金枝先生的状态也很不像他其他角色里面的一个状态，我也觉得那个状态也让我自己，刘慈欣带出来的东西常常让我觉得有种陌生感。我自己看自己，常常会觉得，哎，这是我吗？或者有时候看回放，会觉得我像在看另外一个人一样。这种陌生感是有的时候常常在演戏的时候，并不是常常能够遇到。大约我知道你意思了，我知道了，就一边打领带，然后也看他，对吧？我大概知道了。整他打他，他一直在做他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就是不用道德观和价值观去衡量他做的对与错，而是他很敢于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他脑子里面的世界，不是一个非常寻常的世界，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女性化的一个世界。那这个可能从我的道德观，从我的认知来说，它非常有趣。那个有趣不是好玩的那种有趣，而是很不一样的一个女性角色。她做的东西一定是我不敢想的东西，或者我做不到的。可是我会觉得很棒吧，对，是一个冷的，但是又非常清亮的一个世界。虽然我们色调是灰的，然后有在下雪，所有的事情都很黑暗，但是又常常把人性非常赤裸的摆在你面前，让你看到那个赤裸的人性。爸，事情坏了，找到问题没有？还在找。整个集团那么多人，找一个人也，你哥如今藏头露尾，是家里欠他的，你懂不懂啊？我懂。爸，早点休息，明天再来看你。整家医院都是警察，别麻烦了，找到问题才来。好。
我叫黃志達，毒品調查科。我有個女，單親，有病。雙手兩個，重火力，冇面，醫要衝鋒唔夠人，巴車現場跪低咗，有人乘機上車搶藥搶錢幣。今晚緝毒收到 call， 響鬧市救車、救藥、救司機。大飛，攞藥。咩話冇貨？哮喘藥都冇貨，等多幾日都係得2支。半粒鐘後，我有2箱。我個女扯一次蝦，跌少一隻手指。阿頭，出手啦！出手！病嘅嘢。
出邊咩環境？咩環境啊？傷咁多人，醫院嗰邊邊夠床位啊？血庫啊大煙鑊啦！呢個喺邊嘅？廣和。各位，醫院而家救緊人，暫時唔開放採訪，但係可以同大家講，醫院而家入邊一切正常。喂，先生，呢度唔食得煙㗎嚇。唔好意思，嚇親你，好快會冇事，係咪可以洗埋出嚟？Good morning, Mr. Lee.好耐冇見，幾好啊！幾好啊！寫一首歌給你，寫一首歌給我，寫一首歌給愛，儲起記憶，在以後回味，幾多推測不到，幾多青春不老，世界幾多不碎，揭起壓力，在我面前是你離開1000
理，有沒有運氣，亦有傳奇。尋找一口氣，無限美。如果搭上飛機，背上行李，越過冰山與雪地，還越過生死。是我天真，趁你淘氣，如果分開要隔離，再廢去一起。我與他竟再會，沒見他裝作未見，我聽他講廢話，企在大家當初有個冥冥中一個字，冥想中好有大叫，前來前來前來再唱歌。難道我知道知道知道多到今天都要合唱歌？難道愛知錯？怎麼會越行越迷，突然越遠？怎麼變大個大個就變惡毒？幾多到後來沒太多。難道快樂怎麼會仍然合拍？怎麼知盡快落台 ？Encore 到後來是怨歌。我信他心有病，我替他感到難過，我怕他身有味，期在大家當初有個尷尬於一個字，夾硬於今晚做戲，無聊再唱歌。難道我知道多到今天都要合唱歌，還是唱寂寞？怎麼會越行越埋，突然越遠？怎麼變大個就變惡毒？幾多到後來沒太多。難道快樂怎麼會仍然合拍？怎麼知盡快落台 ？Encore 到後來是怨歌。難道唱寂寞？怎麼會越來越難越過？怎麼再愉快作樂？幾多到後來沒太多，無謂作狀。怎麼會仍然合拍？怎麼知盡快落台 ？Encore 到後來是怨歌。親親我眼眉。
過冰山與雪地，還越過生死。是我瘋癲，趁你神秘，遇過分開與隔離，原來還是你。踏上飛機，背上行李，越過冰山與雪地，原來還是你。讓我叮囑，怕你忘記，遇過分開與隔離，再廢去一起。呢個地方搬走咗之後就冇再返過嚟，而呢一個人我亦冇再見過佢。有人話我係曾經喺個朋友聚會上面見過，其實我都已經唔係好記得。又或者半夢半醒嘅時候相見，比起眼前遇上來得美麗得多。